祝大家平安、快樂、健康。嗱，今日講出家啲，在呢個羅馬12第10節，應該你愛大家愛相識，對隆重兄弟姊妹，大家愛相信敬重那上帝愛大家人類世間呢啲，大家愛相信敬重，也愛相識，唔係相鬧，唔係相輸吉樣嘅。羅馬書12第18節咁樣講到，唔好相吵對於每人都好，大家愛用功愛和和合合對於每一人嗱，上帝嘅經節教吧，大家對每人都好，唔好隔起相吵，因為到上帝愛大家一齊世間裏和和合合，亦都愛大家用功愛要集力量嚟去行呢個上帝嘅經節。1哥林多14、33節咁樣講到，因為上帝唔係呢吵鬧嘅相吵嘅方面，但係上帝愛平安。嗱，上帝唔係一個人類世間裏喺度大家相吵相壓，佢愛一個大家世間裏喺度家庭度也好，朋友也好，也公婆也好，大家愛和和合合，大家要平平安安一齊共下，佢唔係要相吵，也唔係要吵鬧，上帝唔合意樣嘅，所以佢講出家啲，大家愛相信敬重，大家愛相識，因為到上帝愛每一人愛要和合，因為到人係冇和合嚟講，大家相壓，大家未明出安壞嘅事，大家相信對，相信鬧，相信不壓，相信唔感人，明出安唔正嘅事，未傷害到對於人類嘅方面。所以呢，大家係就上帝嘅經節嚟行，大家都係就佢嘅真理嚟行，大家就係行上啲上帝教出嘅法，人類係和合，係相信敬重。就係要上帝嘅恩典充滿到自己心中，自己就能夠就一個法嚟行，因為到上帝唔係自己喺度喺世間呢啲吵吵鬧鬧、相壓、相罵、相不壓，祝福大家，阿門。